今天的单词是落，音标是这个落，对应的汉字是这个。它可以用作动词，就表示事物从高处往低处运动。它可以是因为自己驱动的，也可以是受外力驱动的。人嚟落閘放狗。雪啊，落雪啊，6月飛霜啊！六姐，邊個時頭冇俾人落過針？發魔時頭就冇人嚟。佢專門收埋啲遊魂野鬼，落喺佢手就永不超生。而家俾晒錢落晒訂，你而家扮高竇啊？喺咁多人面前落我面。它第二个用法呢是用作介词，就表示事物在某种运动的过程中，它的空間位置由高變為低了。公子跌落屎坑喎，屙屎啦！你掉落去啊！踩落路尖，踩到先得㗎。我夠話踩落月球啦。石榴啊，睇佢真係慘好多啊，不如都係買佢翻華府把啦。我煮落飯就食得噶啦，不如我斟杯茶俾你飲先啦。唔該。司機加開咗落。禁區嚟㗎。